了，我们得办了是。你过你这个得办了票，这嘛，我讲个我设计到这里。哪里嘛？这个票啊，我这设计到这里。这卡的个人工呢？节目给你，我就说三点，个人工还能，给你一个节目个的。我讲你这么呢，是不对的呢。这啥？你这不听到了？行，啥老不到？你干呢？我啥的？我还能吗？这么，我啥的？我才干了第一个，下去到这里。我的镜头哥姐说回来了嘛？第一个叫我下去到这里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开工，哪里了？这么看了嘛？你这么大笑。